民进党批示风波继续的炭烧，总统府主席严志发马上指控，严志发暂时发声明强调讲，已经提出刑事诉讼，要来捍卫伊的名誉。另外，捌做过陈局竞选办公室主任的洪志坤嘛向洪志坤嘛互一个查某导演指控性骚扰。洪志坤伫面册会室内，陈局办公室嘛发声明表示谴责，强调讲这行为无法度原谅。之前民进党立委范云对国民党立委陈雪生，伫立法院对于性骚扰提出告诉，台北地方法院是判陈雪生爱赔范云8万块。民进党立委范云2020年指控国民党立委陈雪生伫立法院审查监察院人事时，以巴肚起弄伊的脚趾拍3摆，佮较表示用巴肚佮未有心，涉嫌性骚扰，决定要提告要求赔偿50万。一审判陈雪生构成性骚扰，判赔8万。陈雪生不满提出上诉，佮较表示两个人差30公分，真歹恰着。不过台北地院初六判决陈雪生败诉，确定判赔8万。只要对方有政治实力，他可以继续担任立法委员。我作为一个受害者，我还必须在国会的议场上，经常看到他的时候，感受到恶心。范云强调，申诉制度对受害者是无友善，答应未来的修法。那最近民进党性骚风波炭烧，总统府主席严志发也互小英之友会前员工指控，不过严志发发出声明表示，已经提起刑事诉讼。反过来批评是天大的侮辱，不过另一立委并不支持这种处理方式，支持受害者提告。那被指控为加害者，他要提告是法律上赋予的权利，但是我想我们不会去支持这样的行为。今麦阁有一名导演出面控诉，互姓 H 政治人物借着机会再到汽车旅馆，互乱泼乱摸胸坎。虽然无写出全名，不过互指出就是陈局办公室前主任洪志坤。洪志坤半暝啊也伫面册回应表示，互人无好的感受，一定是我的错误，会改进佮弥补过错。洪志坤先生当然曾经在高雄市政府还有这个选举总部里面待过哈。那他个人的行为，我觉得他必须要面对大众对他的质疑。对此，监察院长陈局办公室初六发出声明表示，伫知影这件代志了后，感觉真震惊，非常的艰苦甲实力，强调袂当原谅，会予伊上严厉谴责，希望洪志坤会当诚实佮严肃面对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